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上帝你的疼痛，通互阮伫今仔日，也就是伫双十台湾这个国家的生日的中间，阮做伙来领受主你的恩典，也通互阮伫上帝你的疼中间，继续伫疫情发展的中间，会当专心来倚靠上帝。天父上帝，阮求你来甲阮三个同在，引带阮头前的路站，拢会当伫上帝你的引带中间，一步一步来领受主你的恩典甲疼痛。天父上帝，阮嘛相时伫阮的生活中间，已经进入到伫秋冬的季节。天父上帝，阮恳求你来成做阮的帮站，来引带阮头前的路站，互阮大家心灵拢会当平安勇健，嘛通伫上帝你的看顾内底来得到上帝你的祝福。当阮将今仔日个礼拜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也恳求上帝甲阮三角支持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感谢主。咱伫即礼拜，就若亲像拄则玉林长老的祈祷所讲，疫情的发展哪来哪减轻，嘛代表咱要转来到伫正常的自给的生活愈来愈接近。伫拜一，咱看见着疫情指挥中心来针对宗教的场所来取消梅花座的这个政策，总是伫整个的室内的空间，咱游玩伫一个人爱保持2.25平方公尺的限制中间，咱游玩来维持现主时的状况，嘛请咱的兄弟姊妹来谅解。咱毋望伫接续伫疫情指挥中心的政策的调整中间，会当互咱陆续来恢复咱的生活，嘛互咱的礼拜会当有搁较侪自由，无受到限制。感谢主，咱已经进入到伫10月份的第2主日，咱时间过了真紧，咱倒2礼拜两边就准备要重阳敬老，然后就准备要感恩节，甚至接续到圣诞节。对着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来讲，一个年咧过真紧，特别伫今年，咱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，互咱嘛开始去思考，咱的生命，啥物叫做有意义的生命？所以伫今仔日，牧师要透过马可福音书第10章17节到31节的圣经节，来甲每一个兄弟姊妹三个来分享。今仔日的圣经来讲起着有一个财主来甲耶稣的对话，伫这个对话中间来问起着一个真要紧的一个代志，也就是我着怎样做，才通承接永活。这伫圣经的17节来，互咱做伙来思考，我着怎样做，才通承接永活。所以咱做伙先来看今仔日的金句。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，来做伙来学习。咱来看马可福音书第10章27节，互咱做伙台语来读2遍哦。好，3来。人是袂话，在上帝就毋是安尼，因为在上帝万事拢话。好，再来一遍哦。3来。人是袂话，在上帝就毋是安尼。因为在上帝万事拢话。好，再来，华语的我们一起来念2次。3，请。人是不能，上帝则不然，因为在上帝事事都能。好，再一次，人是不能，上帝则不然，因为在上帝事事都能。感谢主。
咱若手头有圣经的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拍开咱的圣经，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，伫马可福音书第10章第17节到31节。拄则咱多谢咱的师会卢长老所带咱共读的这个圣经，咱会当看见着讲，伫今仔日的圣经一开始，这个财主来甲耶稣的对话的开始，伊来称呼耶稣讲叫做好的先生啊。好的先生，若你手头的圣经是摕华语，这个好又搁叫做善良，叫做良善。那转来到伫圣经希伯来文的希腊文的解说中间，会当发现着讲，这个好，这个良善，是咧，譬如讲，甲上帝同款，遐尼啊正确，遐尼啊水。不过，耶稣两边就来纠正这个财主，因为耶稣来提醒这个财主讲：你啥事称呼我是好，无一个好，独上帝那定。意思要帮助这个财主会当去知影讲，只有一个上帝，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干那一个上帝，伊是好。尤其伫犹太人因的理解中间，伫过去因的祖先甲上帝咧立约，伫迄个立约的时，佫较清楚知影讲，上帝是公义甲圣洁。所以这个财主，伊听见着耶稣的应答了后，耶稣伫即中间都甲伊讲，你着爱知影，无伫做啥物款的事。这个财主自认讲，伊是一个遵守律法的人。那假使讲，伊已经做到安尼的时阵，照理讲应该会当去承接应约。所以咱看见着这个财主不止啊欢喜，总是耶稣来甲伊应答讲，伫你的生命中间，要求欠一项。咱看见着耶稣对着这个财主的要求，讲简单嘛真简单，讲挑战那不止啊挑战，因为耶稣要求这个财主，你着爱去变卖你所有的来互颂扬人，就要有财宝伫天里，过来缀我。咱若看圣经的记载，对22节，这个财主听见着耶稣的这个建议，或者是讲教导，咱看圣经讲，伊的面就安那失色啊，然后忧闷就去。你手头若是摕华语的圣经，你也注意看22节的圣经，伊写了真咱讲真生动。伊讲一听见耶稣的话，脸色变了，垂头丧气就离开。对这样的反应，拢会当互咱去想象，要爱一个富有的人去放弃伊的钱财，这是伫伊的生命中间不只有挑战性的事，却是耶稣咧教导咱，一个人袂侍奉上帝，又搁侍奉钱财。耶稣邀请这个财主开始去面对着家己生命的一个问题，也就是要怎样会当得救。所以伫即中间，咱会当看见着讲，耶稣来互这个财主开始去省察，伫伊的生命中间，什么是伊上界注意的一个对象。所以咱来看马太福音书6章21节，耶稣有讲耶稣讲，财宝伫对，你的心就伫对。咱若甲即句话头前后壁甲颠倒头过来，嘛不只有意思，因为安那，伊讲你的心伫对，你的财宝就伫对。透过安尼，咱通看见着讲，即个财主伫耶稣的面头前，伊真期待讲要表现出伊的好，却是即个财主伊袂记即永远的性命，毋是用着家己的能力会当处理。所以耶稣来对伊讲，要做上帝国的囝，比骆驼签即个穿过尖片
比富人入上帝的国要久较快。意思就是讲，这是一个真挑战的事，人无法度做的代志，却是安那伫上帝事事拢会。耶稣伫这中间开始要帮助这个财主调整伊生命的方向，来互伊更较了解，伫伊的人生中间，的确应该爱尽心、尽性、尽力来听上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那你手头有圣经，我想咱对顶礼拜的经文，咱安尼刷出来看今仔日的经文，咱会看见着两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，伫顶礼拜，咱通看见着讲耶稣为着细囝的祝福，也就是伫马可福音书第10章，咱看15节的时阵，耶稣甲伊的门徒教导讲，要承接上帝的国，无亲像细囝决断无得入去。第二，伫今仔日的圣经中间，咱通看见着讲第25节，要成做上帝国的人啊。所以伫顶礼拜甲即礼拜，咱通看见着讲圣经的主题，拢来帮助咱去思考，你要怎样成做是一个上帝国的子民？这是一个真有意思的代志。所以伫圣经，咱看见着讲耶稣甲即个财主的对话中间，互咱开始去思考，什么是好？今仔日即个财主来去称呼耶稣，伊是好的先生。什么是好？伫圣经的中间，特别伫今仔日遮咧讲的好是啥物的好？这个问题，咱若看圣经对今仔日的经文17节、18节、19节，咱注意看19节。耶稣伫即中间咧教导即位财主的时阵，讲啥？无得杀死人，无得行奸淫，无得偷窃，无得滥散做假干净，无得去亏人着敬你的父母。那你手头的圣经，你甲注意看。拢是咧甲咱讲，你袂使做啥物代志，非常决断、绝对的要求。伫即中间，咱通看见着讲，遮所探讨的一个问题，也就是互即个财主去思考，伫你的人生中间，你啥物会当做，啥物袂当做。这就是咱伫伦理学的中间，常常咧讲一个伦理道德的一个规范。你袂使做啥，你会使做啥。所以咱来回顾，伫出来记记的时阵，摩西透过上帝伫西奈山甲以色列百姓的立约，这个立约的动作就是希望讲以色列百姓爱活出上帝子民选民的身份。上帝要来成做因拯救的一个上帝的时，因透过立约来守法，所以伫10条诫内底，对第5诫开始，第5诫甲咱讲啥？要孝敬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，唔通杀死人，唔通行奸淫，唔通做假干净，唔通贪恋你厝边的厝。这个诫命拢是咧要求伫以色列百姓伫因的生活中间爱有圣洁甲公义。所以伫这中间，咱会当看见着讲。以色列百姓若要得到上帝的祝福，就要活这诫命来互上帝欢喜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。所以通过伫安尼的这个信仰的教导中间，咱会当看见到这个财主，伊不止啊认真伫上帝的诫命内底来去落实，所以伊非常清楚会当去掌握讲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唔对，什么是良善，什么是罪恶？确实，耶稣要爱这个财主去思考的，是伊爱如何去决定好的，
和正确的，才通去做。所以伫今仔日个经文中间，我想，咱会当去开始思考一个代志。今仔日咱咧讲得救，热心的人敢会当得救？侍奉热心的人敢会当得救？伫今仔日个圣经中间，一直咧甲咱提醒，无可能靠家己会当得救，只有伫一个正确的信仰的对象内底，才会当得到永远的生命。什么叫做永远的生命？也就是伫你的人生中间，上帝的对象是啥物？是啥物款的人或者是事物，互你去感受到讲无伊就袂使。这伫哲学的解说叫做终极关怀，也就是伫你的人生中间有啥物物件会去取代上帝。所以咱的圣诗160首不只要有意思，伊讲时刻我需要主。伫你的人生中间，时刻需要啥物物件？迄个物件就会成做取代上帝一个真关键的一个挑战。有可能你时刻欠用钱，有可能你时刻欠用权力，有可能你时刻欠用民主，有可能你时刻来欠用真侪只伫你生活中间无伊就袂使的物件。但是今仔日耶稣伫即中间咧教导即个财主，嘛，互即个财主开始去看见着伊生命的困难，就是伊袂当用着家己的能力来成做上帝国的子民。所以耶稣爱伊放下伊所有的，毋通掠做家己真好，是爱亲像耶稣共款，自愿放弃一切，顺服到死为止。也就是爱抛弃迄支十字架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咧准备今仔日个讲道片的时阵，互我想起着一个日本的故事。伫日本的故事中间来发生着，伫一个人去拜访一个叫做有智慧的人。这个有智慧的人，伫日本话叫做智啊。意思就是讲，去拜访一个真有经验人生的体会的人，伫即中间来望讲，互伊来肯定和指导。所以，即个去拜访即个有智慧的人，伊就来问讲：伫我人生的中间，我即世人安尼有钱就出钱，有力就出力，需要什么款的代志，我绝对拢是徛第一个来跳出来。那安尼，请问，伫我一生中间，我敢有啥物款的功德？我有钱就出钱，我有力就出力，有任何的需要甲我叫，我拢行第一个。那安尼，我敢有啥物款的功德？这位有智慧的人，听见着伊安尼去讲起着伊伫社会不止安尼出钱出力的时，这个有智慧的人却甲伊应讲：你拢无有功德，你做这的事，和功德拢无关系。哇！这个来问这个有智慧的人，听见着这款的回答了，不止生气，直接甲这个有智慧的人讲：话不投机啊，无话通讲啊，越生就走。我做遮侪代志，我遮尔优秀，为什么你甲我讲，我拢无做任何的事，拢无功德？
结果这个人转去到伫伊的生活中间，就开始甲伊的朋友斗讲这个恁所谓讲这个有智慧的人，偌里有智慧，迄拢是假的。因为我甲我的状况甲伊讲的时阵，伊却甲我讲，我拢无做啥，我拢无功德。结果伊的朋友一听起着，哇，这个有智慧的人安尼来甲伊应答的时阵，互伊有一个真大的感触，然后甲这个朋友讲，这个有智慧的人，才是真正有大智慧的，因为真正的功德。毋是伫外在会当求着，是爱透过你自身内在信用，才会当得到。这个故事，和今仔日的圣经，这个财主咧敲找永活的路，有淡薄仔类似。类似的就是，咱是毋是有太侪时阵重视外在的形式，一心一意，干那要证明家己有偌好，但是却失去听甲谦卑的重要。嘛是互咱开始去想讲，伫咱的人生中间，究竟伫咱的生命内底。是咱家己较要紧，还是上帝较要紧？伫你的人生中间，什么是你所欠缺的一个要紧的对象？是家己吗？还是上帝？互咱开始去思考甲调整。倒来伫咱家己的生活，对咱来讲，伫今仔日的圣经有啥物款的意义？咱是毋是有当时就亲像这个财主共款，我着怎样做？伫这个中间，咱啊表现出不止遐侪心，然后伫这个热心的中间，咱拢认为讲我所做的一切，上帝爱共款安尼甲咱回报，因为耶和华祝福满满，我奉献大笔的金钱。我逐主日拢有来做礼拜，我拢有参加团契小组。那安尼，我应该就无有破病，就无有衰懒，就无应该爱有即款伫生活中间拄着一寡咱讲真低调的代志。但是事实，咱真侪时阵拢认为会当用着家己好的行为，会当互家己得救。所以，伫今仔日个圣经在内底，咱通看见着讲，彼得伫遮开始第二阶段，甲耶稣的对话内底，互咱开始去思考，讲，伫这个人袂话，上帝在上帝就毋是安尼，因为在上帝万事拢会。因为咱太侪时阵用着家己的方式，要来互家己来得到证明，但是因为安尼。咱无法度好好来认捌家己，好好来认捌这个赏赐永活的上帝。所以人无法度用着行为来得救，因为只有耶稣的救恩，才是咱人唯一的出路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管理学，大家拢真熟悉，有一位真优秀的企业家，叫做 Peter Drucker。彼得·杜拉克，伊伫即个管理学的中间，常常来安尼提出一个思考：究竟是爱做对的代志，或者是甲代志做好对？咱做一个基督徒真简单，我若逐主日有来做礼拜，我若逐工有祈祷，那亲像咱甲代志做好对，然后咧，性命那袂输会当得到救。但是，伫今仔日个圣经中间，咧甲咱提醒，咱毋干那爱做对的代志，是爱甲代志做好对。因为咱毋是停留伫家己有做偌济，或者是做偌好，
是爱回应耶稣的呼召，对自愿放弃一切，到自甘卑微，互生命会当得到拯救甲更新。求上帝来成做咱的帮助，互咱会当倚靠上帝来领受到救赎。人无法度用着家己的气力来得到救，就那亲像今仔日个圣经所讲的，人是袂话，在上帝就毋是安尼，因为上帝万事拢话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上帝你的帮助成做阮的拯救。阮有当时倚靠家己的气力来掠做阮家己会当来掌握一切，但是生命只有在伫上帝，主权在伫上帝。求主你成做阮的帮助，引带阮头前的路站，会当互阮倚靠主。伫上帝事事拢话的中间，来成做阮的气力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